晨，佢朝我哋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嘅 channel 啊！咁今日嘅 podcast 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嘅2025嘅經歷啦，同埋2026年咧有啲咩目標嘅，即係每年年頭咧都要呢個時候拍一次嘅，我覺得咁啊可以啊，可能好多年後咧，等我聽翻咧，原來我當時做過呢啲喎，咁都係一個唔錯嘅記錄嚟嘅。咁如果大家都有拍開 YouTube 啦，或者係玩一啲 social media 咧，都可以咧做下一個咁嘅記錄嘅。咁啊，啱啱分享一下啦，我喺2025年做咗啲咩啦？咁咧就非常之多嘅，呢一年係非常之繁忙啦，好似咧一年入邊係發生咗4年5年嘅事情咁樣嘅。咁咧就要講翻啦，喺大概2024年年尾啦，咁就正式搬咗過嚟日本啦。咁就係攞經營管理簽證過嚟嘅。咁因為係24年年尾過嚟啦，咁所以基本上啱啱到埗之後咧，就好多嘢要做嘅。咁啊，如果大家有移民過都知，開頭嘅時候係非常多嘅手續啦，或者你嘅屋企要安排啦。咁啊，我回顧翻咧，我喺2025年咧最開頭嘅時候咧，就係要去處理好多手續啦，即係可能要去登記年金啊，開銀行戶口啊，跟住去呢度登記啲唔知咩，去嗰度登記啲唔知乜嘢啦，跟住然之後仲要幫屋企添置啲家私啦。咁咧好彩咧，其實我屋企咧大部分嘅家私咧都已經有噶啦，因為咧如果大家有 follow 開我嘅話咧，其實我都花費咗好一段時間咧，先至嚟到日本嘅。咁啊有好多嘅事情啦，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聽翻以前嘅 podcast 或者一啲分享。咁所以咧，其實咧喺我2025年嚟到嘅時候咧，其實間屋有好多嘢都OK 嘅，咁啊可以住啦。咁只係補充一啲可能真係需要長住嘅一啲電器啊，一啲物品可以真係添置啦咁樣。咁跟住另外最重要咧就係去處理公司啦。咁啊終於可以日本嘅業務開始工作，可以開始我真係可以工作收錢咁樣。因為你之前如果係攞旅遊簽，其實你係唔能夠做一啲有償嘅工作噶嘛。咁所以咧就真係開始去計劃去實行啦，去做日本嘅工作啦咁樣。咁跟住嗰度咧就做咗好多嘢噶。咁啊當中就學下點樣喺呢一度做生意啦，可能學下點樣開一啲網店啦，然後聯絡一啲公司啦，點樣可以幫實體鋪嗰度添置一啲設備啦，譬如可能收銀嘅系統啊，諸如此類咁樣嗰啲啦。咁嗰度咧就花費咗都幾多時間嘅。咁啊好彩黑貓咧喺未嚟日本之前咧有睇過下唔同嘅 YouTube， 咁啊睇過係人分享咧，大概都有個基礎。咁跟住到過嚟實行咧就比較快啲。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心過嚟日本嘅話咧，都可以早啲穩定多啲資料咧，咁過嚟落手做嘅時候咧就會快啲啦。咁不過咧雖然已經係有一定嘅資料搜查咗啦，咁咧但係都係好多嘢做。然後咧佢哋做事又唔係好似我哋香港人咁快嘅，咁啊可能要花費多啲時間啦，先至完成到一件事啦。咁另外咧開頭咧，我好記得初嚟到頭嗰3-4個月咧，最害怕最驚咧就係要講電話嘅。咁啊雖然咧都黑貓嘅日文都 OK 嘅，即係聽力方面都 OK。咁咧，但係始終電話咧係隔住咗一層嘅，唔知大家有冇呢一個感覺咧？即係如果面對面嘅話咧，係會容易啲明白嘅，但係咧隔住咗個電話，唔知點解有時候就會好似 get 唔到佢講咩，或者咧會聽錯咗嗰個日本人講咩。咁所以咧開頭咧一要打電話咧就非常之緊張嘅。咁啊，但係咧後尾就都慢慢習慣咗啦。咁啊呢度可以做少少分享咧，可能大家會好有興趣知道啱啱嚟到其實要做啲咩手續㗎咁樣。咁啊回顧翻喺25年啦，開頭最多手續處理咧，憑我嘅記憶啊，因為都隔咗1年啦。咁啊呢度分享下俾大家，憑我嘅記憶咧，就係首先一定要去開電話、開銀行戶口。咁屋嗰度咧我就分享唔到俾大家啦，因為屋嗰度咧我好早已經準備好，咁然後水電煤嗰啲咧我都搞掂晒噶啦。咁啊係電話啦，去郵局
郵局銀行開銀行戶口啦，因為大家啱啱到埗啦，其實應該所有銀行都係開唔到噶啦，咁只能夠係開到呢個郵局銀行嘅。咁但係咧，而家郵局銀行咧都非常之方便嘅，大家只要咧有手機咧就可以上網 download 佢嘅 app 咧，其實自己就可以上網申請到噶啦。咁然後電話方面咧，因為黑貓咧本身已經有一個日本嘅電話噶啦，咁所以就冇乜問題，就可以好順利開到銀行戶口啦，同埋好順利可以有地址，亦都可以開到一個喺日本當地收到SMS 嘅電話，係啦，因為咧日本電話其實有好多種噶嘛，咁大家有興趣自己研究一下啦，可能有啲係網絡嘅電話啦，有啲係實際收到 SMS 嘅電話，咁呢度我就唔分享啦。係。然後咧，仲有一樣好重要一定要去做咧，就係市役所去登記你嘅地址啦。咁大家如果已經決定咗住邊嘅話咧，咁14日內咧就一定要去市役所嗰度登記你嘅地址嘅。咁你張在留卡咧，其實就喺你入境嘅時候咧，過關嗰個人咧已經會俾咗你啦。咁但係上面就冇地址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係決定咗住所之後咧，14天內要去市役所登記啦。咁然後咧嗰度咧其實可以申請埋國民年金同埋保險之類嘅。咁因為咧我距離我開工即係有糧出嘅日子咧就好近啦，咁所以咧我嗰次係冇特登申請嘅，而係等多幾日咧，咁我就直接咗去呢個年金事務所嗰度咧去處理我嘅年金嘅。不過呢個位咧可以分享一下咧，去到25年嘅中期左右啦，咁係會收到咧佢日本咧寄嚟咧話你冇加入到國民年金嘅，要你加入翻咁樣嘅一啲信件嘅，咁嗰度咧就要自己去處理翻啦。就係你要可能加入翻國民年金，跟住申請豁免啊，因為你已經加入咗公司嗰個後生年金啦咁樣。咁呢一度咧係有啲複雜嘅，如果大家日文唔係幾好咧，可能要問下你嘅 agent 啦，或者係自己上網再 search 一下先。所以咧，黑貓嘅建議其實可能係咧，當日你喺市役所嘅時候咧，就直接加入埋呢個國民年金先比較好。就算你未有供翻嘅話，咁開頭咧最主要處理完呢啲手續咧，咁跟住同埋就準備開公司嘅事情啦。咁咧當初係好緊張、好不安。當有第一單生意嘅時候咧，即係喺日本有第一單生意有日本人同你買嘢嘅時候咧，係非常之緊張，然後又開心，但係又好緊張咁樣，驚自己做得唔好。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日本其實都幾有要求嘅。即係大家收日本包裹嘅時候咧，咪會好靚個盒，即係唔會污糟啊，件貨亦都好新淨啊，會檢查好。咁亦都有聽過啦，有唔少嘅日本人咧嘅要求都幾高，即係可能咧你件貨啦寄過去嗰件貨咧，可能有啲頭髮或者有啲塵都唔可以嘅。咁所以咧開頭係非常之緊張，跟住咧另外又未試過喺日本寄貨啦、出貨啦咁樣，咁所以咧都練習咗一段時間，咁後尾咧越嚟越多生意嘅時候咧，習慣咗咧就 OK 啦。咁咧實體鋪方面咧，黑貓喺日本嘅實體鋪咧，比我想象中遲咗開鋪嘅，因為裝修嘅問題。咁咧裝修係比我想象中花多咗時間嘅，即係不論可能係一啲家私啦，或者你備貨啦，同埋最主要咧，其實係裝修師傅嘅檔期。咁裝修師傅咧好遲先至幫我完成咗一個招牌，咁所以咧比我想象中咧係遲咗1-2個月先開鋪嘅。咁但係都唔緊要啦。咁咧大概去到年中咧，黑貓咧喺日本嘅鋪頭咧就開咗啦。咁我好記得咧，第一日開鋪嘅時候咧係非常之緊張嘅，係人生之中最緊張嘅咧，好似有少少諗翻以前啱啱畢業之後出嚟做嘢，啱啱開始第一日翻工嘅時候嗰個感覺，咪應該係話仲比嗰時更緊張啲。因為黑貓以前係做 dancer 啦，教跳舞啦，咁其實就一路係學生，一路係教緊工作緊嘅啦。咁所以嗰時就後生啦，同埋後生唔係好驚啦。咁所以嗰時其實就唔係好緊張。但係咧今次咧係
即係中年啦，都算差唔多。跟住又係一個異地啦，唔係用你熟悉嘅 language 啦，咁所以咧非常之緊張。跟住有客人嚟嘅時候咧，好擔心自己講錯嘢。係我係練習咗好耐嘅啦，基本上咧喺準備開店嗰前1個月左右，我已經係寫好一啲要練習嘅會話，然後咧每日就喺度背，然之後讀好多次。咁跟住咧，結果咧第一個客人咧，我好記得嘅，呢一個好想要記錄喺我嘅2025回顧入邊咧。我嘅第一個客人咧係一對母女嚟嘅，咁然後咧非常之nice 嘅佢哋，我好明顯係勁緊張啦，然之後咧講嘅嘢係應該係好甩咳，跟住又驚自己講錯，明明咧都係平時會講開嘅日文，咁咧佢呢個情況咧極度緊張嘅情況咧，大概咧喺開業咗1-2個禮拜之後就好啲啦，咁咧後尾仲有啲熟客，即係佢會嚟幾次我哋鋪頭咧，咁啊佢哋又知你係香港人啦，因為咧我喺個鋪頭度有寫咧，我哋係香港嘅。啲店長咧係香港人嚟嘅，咁啊大家都好體諒我嘅日文唔係幾好啦，咁啊大家都好 nice 啦，咁亦都好感激我嘅日本嘅客人嘅。咁所以咧大概開咗鋪1-2個月左右咧，其實好快已經習慣咗呢邊嘅生活，無論係工作上邊已經講嘢冇咁緊張啦，即係雖然可能有時都講錯或者聽唔到啲客人講乜嘢，尤其是咧係啲叔叔婆婆咧係更加 get 唔到佢哋講乜嘢嘅。咁啊，但係大致上嘅生活同埋工作上面都 OK 嘅，亦都冇乜前期嘅工作要準備咁樣啦。咁所以咧都過得幾開心同埋習慣咗。咁然後咧喺下半年嘅時候咧，亦都係發現咧自己有咗嘅，咁所以係就進入咗另一個忙碌期啦。咁咧喺懷孕嘅初期咧，大家如果有聽我早幾集 podcast 分享咧，懷孕初期咧其實個人係好攰啦，就係你乜都冇做，但係咧你已經好攰，就係可以想瞓喺度，跟住咧嘢又食唔到啦，又想嘔啦，跟住但係你又好肚餓，但係又食唔到嘢咧，咁所以個情緒有啲崩潰。好彩咧嗰時就大部分嘅手續同埋工作都 settle down 咗，咁跟住同埋過咗孕初期嘅時候咧，之後就進入到大家懷孕嘅蜜月期啦。咁蜜月期嘅時候咧都幾開心嘅，即係雖然中間咧係有啲行唔到路嘅。我嘅情況咧就係去到中期嘅時候咧係食嘢啦，冇問題嘅，咁啲精神都回復啦，起碼可以睇翻書啦，可以整翻啲 YouTube 影片啦，因為好多時喺某段時間咧係工作啦，同埋個精神都唔得啦，咁所以咧 YouTube 係停更咗好一段時間，咁跟住去到中期嘅時候咧，終於可以更新翻啦，咁但係咧中期嘅時候咧，好值得記錄翻咧，就係咧唔知點解咧係有時會行唔到路嘅，即係咧隻腳咧係會提唔起，然後轉身係會好痛苦。我一度懷疑，一度擔心咧會唔會呢個情況去到我即係生 BB 去到後期都係咁咧？咁好大鑊噶喎！即係行路係行到痛到行唔到咁樣，又或者轉身係痛到轉唔到咁樣咧。咁所以咧都好擔心啊！但係好彩咧，唔知點解後期嘅時候咧就好咗啲嘅。咁咧而家咧有呢一個趣啦，或者呢個 IG 啦，可以咧上網咧揾到好多同路人，我哋叫做係啦。今日揾到好多媽媽分享啦，又發現原來有啲媽媽咧都有呢一個嘅經歷喎，咁所以咧就安心咗好多。咁跟住咧，於是去到後期左右咧，大概2025年嘅年尾咧，進入到晚期咧，咁就開始咧。過咗嗰個懷孕嘅蜜月期啦，就開始有啲焦慮，有啲緊張，唔知係咪大部分嘅媽媽都同我一樣咧？好似而家開始變咗一個育兒嘅頻道，咁啊大家唔好怪我，因為人生有唔同嘅階段噶嘛。咁黑貓咧就進入到呢個懷孕期啦。咁咧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呢個亦都係好難忘，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如果大家最近有 follow 開我嘅趣嘅話咧，咁亦都會。知道咧，本身咧預訂咗嘅一間醫院啦，喺屋企附近嘅醫院啦，咁我見佢都幾好啦，又有個室啦，啲嘢食又好食啦，跟住之後啲評價又幾好啦，又夠近啦，咁一心諗住嗰間醫院出生嘅或者生 BB，咁跟住但係咧喺
年尾咧最後嗰2個禮拜度咧，突然間咧俾醫生告知咧我要轉院，我話吓咁樣咯，我真係呆咗嘅嗰一刻，點解啊咁樣咯？咁跟住就發現到原來呢一個胎盤嘅問題，有呢一個嘅前置胎盤嘅問題，我哋叫做咁醫生就話佢哋呢度咧就唔做呢個手術，就建議我咧去大醫院。咁大醫院嘅 support 就好啲，因為咧佢哋話呢一個前置胎盤嘅問題咧最嚴重咧，其實就係出血好多。咁喺大醫院咧就會多啲唔同專業嘅醫生啦，可能有麻醉師啦，咁跟住又有得輸血啦，咁又有一啲新生兒嘅 ICU 嘅房，唔係叫 ICU，唔記得咗佢哋叫咩咧，即係總之設備好齊全啲。咁所以咧佢就寫咗轉介信俾我咧，咁就轉介我過去嘅。咁但係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日本年尾咧係新年嘅時間咧，佢哋係放好長嘅假嘅，咁所以咧黑貓係非常之緊張同埋極度焦慮嘅，尤其是咧去到晚期嘅時候咧，個人係特別容易焦慮噶嘛。咁然後咧嗰間醫院咧又係遠好多啦，跟住上網又揾唔到佢嘅評價啦，跟住又但係知道佢係專業嘅，即係咧因為我嘅日本朋友都係有喺大學醫院嗰度出產，即係生 BB 啦，咁我知道專業，但係咧都會好驚，因為你未知啊嘛，同埋醫生講到你好似好嚴重咁然後咧你哋上網 search 咧，其實啲資料咧未必係好正確，反而會令到你越嚟越焦慮，咁跟住又驚 book 唔到醫院睇醫生喎，因為啱啱踏正新年啦，咁所以就好緊張，跟住最後咧不斷咁樣來回處理打電話咧，就終於咧平安咁樣 book 到喺2026年嘅佢哋開工第一個禮拜就即刻去 check， 係啦。咁咧喺剛剛今個禮拜發生嘅事情嚟嘅啫。咁咧就去咗幾次去做一啲檢查啦，將所有要做嘅檢查，可能抽血啊、驗血啊、心電圖啊，跟住甚至乎做咗我人生第一次嘅 MRI， 係啦。同埋嚟緊仲要見麻醉科嘅醫生等等諸如此類啦，咁咧係非常之緊張嘅，甚至乎咧我第一日去見醫生嘅時候咧，即係新醫院大醫院個醫生咧，佢同我講話你可能要即刻入院安胎喎，嚇咁樣嚇，跟住黑貓係好震驚同埋好焦慮嘅，又係因為突然間被告知要即刻入院啊！咁早咁樣，因為我嘅預產期其實都仲有大概1個月多少少，跟住就好焦慮啦。跟住同埋睇到啲人咧話大學醫院咧啲收費係貴啲㗎嘛，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咧？即係同埋可能我哋平時睇日劇咧 Doctor X 嗰啲咧，啲醫院係收費好貴㗎嘛，咁所以咧就好擔心會唔會使得好多錢㗎？跟住咧又發現咧佢哋網上嘅圖片咧啲嘢食冇咁好食啦，好似咁，然後又冇過室啦，唔係有過室嘅，但係好貴咯，每晚可能要俾多幾萬日圓咁樣，咁就盡量唔想出產，唔想生 BB 嘅時候使太多錢，想慳翻啲錢去做更多將來。即係可能留俾 BB 嘅教育金啦，或者我哋喺日本嘅事業咧，可能都需要更加多嘅錢。咁所以咧就好焦慮。咁咧，但係好彩咧，終於去到今日係冇錯，真係今日我錄 podcast 呢一日咧，咁check 咗所有嘢咧都還可以嘅，唔係最 worst 嘅 case。咁醫生就話唔使入院，而係可以 keep 翻普通做產檢先，咁就得啦。咁只不過咧有啲咩突發嘅事咧，就即刻打俾醫院就可以噶啦。咁咧，所以咧，而家咧，黑貓錄呢個 podcast 嘅時候咧，係安心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就想即刻錄呢個 podcast 分享俾大家聽嘅。咁如果咧，有啲媽媽咧都有喺日本生 B 有啲疑慮啊，或者有啲咩嘅問題咧，都歡迎可以 DM 黑貓啦。如果黑貓有經歷過咧，都可以幫你，或者係分享一啲經驗啦，希望可以減低大家嘅焦慮啦，因為咧我亦都得到好多媽媽嘅分享啦，咁就有少少幫助可以減低到我嘅焦慮嘅。喺呢度講下2025嘅回顧，好似講咗分享生 BB 嘅過程點，咁但係咧總結嚟講咧就係喺25年嘅上半年咧，就主要係處理好多剛嚟到日本嘅手續啦、住屋啦等等嘅問題，同埋工作啦、鋪頭啦一啲日本嘅 networking 嘅
嘅處理啦。咁呢個簡單嘅總結咧，就係我嘅2025上半年。下半年咧，基本上咧就係圍繞住我華人嘅生活㗎啦。咁所以咧，呢度就分享俾大家一齊睇到我嘅2025回顧。咁至於2026年有啲咩目標咧？喺早1-2個禮拜咧，仲有少少精力嘅時候咧，咁啱啱又再睇翻書啦。我真係好推薦大家睇書嘅，雖然我冇收任何嘅廣告費。咁我覺得咧，喺而家呢個年代咧，大家如果睇得太多短片咧，會好似失去咗一啲專注力，同埋個人睇完之後都好似好空虛嘅。唔知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咧？但係對啱啱嚟講咧，睇書咧，睇完之後咧係好幸福、好開心，即係會得到一啲啟發，係啦，就多過錄影片啦。咁不過當然啦，咁黑貓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咁平時都好中意錄影片。但係咧，我亦都好想嚟緊2026年咧，第一個目標咧就係抽翻多少少時間睇書嘅，能夠咧每一日固定有一個時間能夠睇1-2個鐘頭書咧，我就非常之開心噶啦。但係生完 BB 之後應該好忙啊。但係我嘅目標就係希望做到呢樣嘢啦。咁另外咧就係想考呢一個嘅唔同嘅證照嘅。唔同嘅資格證喺日本，其實咧喺上年咧2025年嘅時候咧已經做咗唔同嘅準備噶啦，都有讀過2個3個嘅課程左右啦，自學嘅。本身諗住準備好，有信心合格啦，跟住再去考試咁樣啦，跟住點知就剛好遇上懷 BB， 即係有 BB， 咁所以咧就暫停咗去考試嘅計劃。但係我繼續去學習嘅，咁希望咧喺26年咧可以成功考到呢啲嘅資格證啦。再跟住嘅目標咧，就係希望咧日本公司可以發展得更加好啦，可以擴展我嘅事業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揾我合作咧，亦都可以咧 DM 我嘅。不論你係想揾我做 SNS 宣傳啦，或者一啲貿易上邊嘅合作啦，可能一啲出口入口日本嘅工作啦，大家亦都可以歡迎揾我嘅。咁大家有需要嘅話咧，就 IG DM 我啦。至於 YouTube 方面咧，其實咧我係想錄翻呢一個嘅 podcast 嘅，因為咧都有一段時間停咗冇錄到 podcast 啦。至於咧教學日文影片嗰度咧，我就仲思考緊嘅，即係咧呢個 YouTube 將來係點樣嘅發展咧？暫時未好清楚嘅計劃，但係咧我起碼咧黑貓係想堅持更新落去嘅，有可能係繼續教日文啦，有可能係純粹錄 podcast 啦，有可能係透過 podcast 同大家分享一啲創業嘅嘢啦、生活嘅嘢啦，或者係一啲閱讀嘅事情啦。咁呢一個咧，暫時黑貓就仲未有好好嘅計劃。又或者咧，大家喺呢啲嘅 YouTube 啦，有啲咩想睇啦，有啲咩想得到嘅，亦都歡迎下邊留言話俾我聽。呢個頻道咧，最主要咧係想俾黑貓咧一個自己嘅記錄啦，同埋一啲分享啦。我希望透過我嘅分享咧，可以有對大家有少少嘅幫助咧，我亦都覺得非常之開心嘅。係啊，從來喺呢一個 YouTube 咧都冇求到呢一個嘅閱讀數、訂閱數。係啦，即係咧呢個 YouTube 咧揾唔揾到錢都唔緊要，最緊要咧係能夠咧可以俾我持續咁樣分享咧，而對大家有啲幫助咧，我就非常之開心噶啦。今日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呢一個好無聊、冇乜流量密碼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如果大家中意，記得幫我訂閱、讚好同埋分享出去嘅。其實咧仲有好多事情咧喺黑貓嘅腦海入邊咧係好想分享俾大家聽嘅，但係咧呢一集嘅時間咧實在太長啦。今日嘅分享咧就嚟到呢一度啦。所以咧我哋有機會就下次再見啦。希望我能夠喺一路湊 B 嘅時候咧，一路都能夠有精力同埋毅力去繼續更新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所以咧大家嘅支持好重要嘅。如果咧你係中意咁樣好平淡，冇乜流量密碼，好平淡聽一個人去分享佢嘅日本嘅一啲生活經驗同埋可能聽我講書啦。我遲啲呢一年咧好想分享多啲好書俾大家聽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記得訂閱同埋幫我 like 影片咧，咁咧就會令我有繼續呢個動力做落去噶啦。咁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啦，大家有啲咩2025好特別嘅
記憶啊，或者一啲回憶好想分享咧，可以下邊留言話俾我聽，又或者咧可以話俾我聽咧，你2026年有啲咩目標嘅？咁我哋大家好似網友咁樣傾下偈，互相分享一下，我自己就覺得幾開心，我亦都好有興趣了解下大家多啲關於大家嘅一啲經驗嘅分享，或者一啲目標啦，好似有啲朋友傾下偈咁咧。咁我亦都好喜歡呢一類型嘅合作，呢一類型嘅。諗唔到個中文叫咩就係咁啦。咁所以咧係啊，我哋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就冇得你，拜拜。